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杨言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玉。您都不知道，杨言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也见了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的。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。他还说，如果皇上对我是真心的，怎么会把江氏留在身边呢？当然，我不是想让您把他赶走的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，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公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进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。你去，你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了，这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你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
迁就。你和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。我忍够了，够了。我忍够了。我不想再忍了。娘娘，你应该休息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呀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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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不能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皇上，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我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胜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编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齐胜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你是朕的皇后，是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
娘娘啊！吓死我了！您在想？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。瞎说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您继续想，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她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皇上，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，您有什么烦心的事，跟奴才说说，奴才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。相公公，朕正要问你，昨日朕醉酒，夜宿兴圣宫，你为何不拦着朕？皇上，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，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？那朕再问你，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。就算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带着10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。皇上驾到！他竟然来了！玉离，你快看一下，我这打扮行吗？娘娘，您的气色好极了，包括您穿衣打扮呀，也都美极了。您快去见皇上吧。皇上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屋啊？朕觉得进去说话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是朕的皇后，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可是朕不喜欢强求别人。做都做完了，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？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，是非分明，所以朕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了。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？朕想知道，自然会知道。朕想告诉你，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。从今日起，朕会用尽一切方法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，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从即日起，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，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，更要与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说走就走，保持距离。
娘娘，据可靠消息称，皇上和强公公去幽兰殿了。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，不动我一根手指头。合着又想起江氏的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身材比他好。不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。对呀，娘娘，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。绿篱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什么情况。皇上，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又缓和了许多，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。明玉，很多时候一脸无辜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，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利器，刺痛他人，更刺痛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奴婢已经不再奢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，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，伺候着你。你留在朕身边，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，也会让朕误了自己的感情。如此下去，是害了你。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，求您别让奴婢离开您。来人，赐酒。皇上这是要赐死奴婢。怎么回事？大事不妙！我去了之后，门口有侍卫把守着，不让我进去，说是皇上有事要谈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有事要谈？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。不行，齐胜他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走。
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住在这里的人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娘娘的话，奴才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不久前这儿的那位被赐了一壶酒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强公公命奴才来打扫。赐酒？齐生不会赐死他了吧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他这种人，只要不在皇宫里，管他是死是活，何去何从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说的也对，管他齐生是怎么想的，只要江氏不留在宫里，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。走。皇上，报！皇上急报！太好了！杨将军率军大破云溪，至此，云溪并入我南下版图。杨将军现已班师回朝了。强公公在，皇上有何吩咐？传令下去，待杨将军归来之时，为他接风洗尘。是皇上。这青春期都过了，怎么还长痘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微臣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张太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来，娘娘，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目生痘，是缺乏什么？缺乏。难道是没打炮的原因？娘娘，臣要说的是……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明白，退下吧。啊，那臣先行告退了。哎。绿篱啊，我有多久没见到齐生了？奴婢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1个月了。1个月了。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，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现在让我尝了个鲜，又藏着掖着不给我了，你说我能不内分泌失调吗？娘娘，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，您这一脸的痘，怎么面圣呀？明天就能见到齐生了。那我这一脸的痘终于有救了。明天。杨将军，请。哦，谢皇上。啊，
好热呀！装什么没看到？我只有主动的。皇上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来给您夹菜。张宝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对朕好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刻意了？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。哎，你不喜欢吃菜，那我给你加肉吧。吃肉才有力气嘛。有力气做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吃肉，我陪你喝酒啊。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先干为敬。张宝宝，朕觉得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较为妥当。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人家才不要回去呢。人家坐在这儿还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啊。保护朕？朕无需保护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。请你与朕保持距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。晚上你陪我回兴圣宫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朕终于盼回了杨将军。各位爱卿，不必过于拘礼，要带朕陪好杨将军。哈哈，臣等恭送皇上。哎，娘娘，您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皇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。不过齐胜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，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。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九王，娘娘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岩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儿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
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？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、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，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他真正可以倚靠之人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哦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。呀，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。你说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啊？你压谁呀？你他妈敢推我？你呀？你呀？嘿，你呀？你呀？哎呀，你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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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事情，朕都明白了。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延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。我的车夫不堪受辱，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
九王那里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人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头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！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他们如此嚣张，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？这，皇上，这个事情你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对头，还有跟九王关系好的那些王爷也脱不了昭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查下去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给我一五一十的查出来。是，要得。爹，您打我没关系，可是原谅我这次吧。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名。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我不许你再出门了。爹，我不就碰瓷儿了吗？这事儿不赖我。你还敢狡辩啊？你以为你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你爹我，你就是个屁！你爹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爹，你就别再打他了吧。没想到九弟的口味这么重啊！啊，九弟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呀？茶当然还是要喝的。难道九弟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？当然没有。当然没有。九弟啊，我可是被你们拉上这条贼船了，你可是这条船的船长，你可不能让这条船沉了。现在似乎还不至于沉船吧？也许我是存着侥幸心理，这御史案的始因过小。想要牵扯出太多的人和事，也并非易事。说的挺有道理。所以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可自乱阵脚，火上浇油才是上策。嗨，说的这么高深，还不是没办法。九弟，你慢慢玩。嘿嘿嘿嘿嘿。皇上吉祥！免礼。启禀皇上，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，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，请皇上明察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。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官，此事不能忍。皇上，深都郊外有一块很好很大的田土，说好了是公平竞价，结果龟儿子张家利用权力打通了上下，
把那块地低价卖给了九王。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不能忍。接着说，杨家公子杨莲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菜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横行霸道，不能忍。皇帝，有一次九王到阿拉村子了屋里替个小弟出2分，结果这钞票没得，结果5分钞票都没付过了。皇上，不有嘛？杨家军带着个银子到了屋里来洗，个银子绕着来绕着去，也上厕所。等阿拉走了后头，阿拉小公主讲，阿拉屋里只尿盆、尿片好像没老子买。啊？有这等事？皇帝，搿哪家是好多发的假事个啦，有一套啦9号啦，都话公好开呀，主管来谁做？以前在那半夜烧给不啦？搿就话不肯走。就话姑娘没办法，一再给人背哦，背得不要烧开，就因为话姑娘因为吃了麦皮多了我了，皇帝。皇上，还有那九王因为长得太帅了，把我宫里的小太监给活活摔死了。皇上，这样的不正之风一定不能再盛行啊！皇上。此事危急存亡之秋，再不铲除朝中的邪恶之人，那是有亡国的呀！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明，该如何处置，朕自有定夺。谢皇上。九弟呀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？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？听说了。现如今啊，皇后和杨言那儿，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。现在只有你我2人商量此事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依我对皇上的了解，他若真的想办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、如瓮中之鳖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九弟，此茶为何如此之酸啊？我喝的是醋啊。醋？心中太酸，只能以酸攻酸。九弟，你的口味真是重中之重啊！你们俩这二重唱能不能停一会儿啊？把我这脑子给哭断片了！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娘知道你在强忍着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想哭你就哭吧啊！是啊，娘娘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哪个女人不得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啊？你别坏了自个儿。齐胜他不仅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想对策、想办法。哭有什么用啊？哭！娘娘，您先别管有用没用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，这样排毒。排你妹的毒！绿篱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，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。我可怜的孩子呀，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，你不知道，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革职查看了，恐怕这次
上是要来真的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原本我和您父亲以为皇上只是树立风气，可没想到那几个御史天天到大明宫去闹，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破事儿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。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百人联名上书。现在看来，齐胜这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，才起了这么多事端。我是一个重义的人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担这个责任。难道娘娘你已有了妙计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皇上，你这身装扮，鹏鹏觉得，作为皇后，总在人群中五彩斑斓、金光闪闪的惹人注目不太好，还是肃静一些。皇后为何突然有了这等觉悟？这段时间，我做了深深的自我检讨。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张扬，爱玩，毛手毛脚，不太懂得顾全大局，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。这是病，得治。朕觉得，一个人想要改掉本性，是很难实现的。是啊，所以希望皇上能给我一个机会啊！人能了解到自己是最难的。我现在已经走出了认识自我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说，我离改变自我的第二步不远了。朕知道，你能服软卖乖、低眉顺眼，是形势所迫。可，朕还是愿意听你说这些。说吧，可是为了御史案一事来求朕？是。还希望皇上从宽处理。给朕一个理由。杨言那孩子还小，年少轻狂，血气方刚，不懂事儿。再说，他爹也老了，一辈子征战沙场，才换来我们的安稳。接着说。再说九王，鹏鹏平时确实与他多说了2句，但是绝对没有越轨的行为。鹏鹏对他更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我知道皇上一直误会我们有一腿，你要知道我多委屈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我与赵王也是同病相怜，都是因为江氏。我常与他在一起治愈疗伤，想着有什么办法才能笼络爱人的心，他也不容易。现在江氏又，还有江氏又不能提，这又戳您的肺管子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！别哭了，你这个哭法朕可受不了。原本朕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，更想让你明白，你应该依靠的是谁。那还用说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最应该依靠的就是皇上您呐。但愿你是真的这么想。等风波过去后，朕会从轻处置，你不要再哭了。皇上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皇上，您之前说过要得到我的心，我觉得只要您愿意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我随时都可以。不管您是哪里不舒服，
哪里不得劲儿了？随时来兴圣宫找我。朕向你道歉，朕忘了刚才要和你保持距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张陵从军中开除，永不复用。杨玉削其爵位，夺其兵权。杨玉之子杨延收回其宅院2处。九王降为郡王，罚3年俸禄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这就完了？那我呢？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能让朕罚的？你是有官职还是有爵位？你是有房产还是有田地啊？你是不罚我，可你这更加羞辱了我的人格，践踏了我的自尊，让我这辈子都……够了！这次的事情，让朕给强压下来了。朕只愿你等今后严于律己，洁身自好。都下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哎妈呀！鬼！鬼啊！嗨。没想到娘娘的装束还真流行起来了。没办法呀，虽然过去了几日，风声依然很紧，只得伪装前来。先说正事吧。哎，两位辛苦了，先喝点水。此次齐胜就是想警告我们，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。他想杀我们，就是易如反掌。哎，本来这次以为自己命不久矣。谁知道还能逢凶化吉，躲过这一劫？你倒是个乐天派，齐胜没杀了我，可我老爹快把我打死了啊！此次齐胜看似没有危及任何人的性命，但实则却借机夺走了杨家的兵权，削去了我的爵位，这等于把我的实力全部夺走了。张陵乃张家最大的羽翼之一，让张陵离开军中，就等于让张家元气大伤。九弟啊，相比于杀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哼，我们九哥能这么想吗？九哥可是心比天高。当然，他命并不比纸薄。我是想说，好了，齐胜他做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命都在他的手里。他想杀我们，随时可以杀，只是看心情。确实也是，自己的命运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是挺难受的。为了日后能摆脱这种困境，我们定要处处小心，谨言慎行才是。杨将军，此次就委屈你和杨家上下了。皇上，我们杨家一切的东西都是皇上给的，我那逆子杨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皇上却肯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，臣一时感激不尽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杨将军是想问，朕为何不借机将他们一举拿下？是吗？皇上圣明，臣想，皇上是因为皇后娘娘吧。不过，它只是一方面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时正值北漠兵变，更是到了用人之际，朕必须维稳朝局才行。皇上圣明。不过，臣有所疑虑。如果真到了用人之际，这赵王和九王也难以安置啊。这便是用人要疑，疑人要用的妙处所在。哦，皇上如此年轻，却能高瞻远瞩，真是令臣佩服啊！老臣敬您一杯。
娘娘，咱们这次呀，算是躲过了一劫，这说明皇上是真的心疼您、顾及您呀。让我矛盾的正是这点。齐胜他明明对我们恨之入骨，却不对我们下手，也不愿意和我走得太近。我实在是猜不透，他到底在顾忌什么？还是他另有阴谋？这世上哪有什么人是一眼就能看透的呀？有的人呀，就是让我们留着慢慢看的。怕是齐胜这个人，我这辈子都看不透。我最讨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。这件事情更加告诫我要与九王坚定地走在一起。谁呀？鹏鹏，你为何做出如此拧巴的动作？别碰我啊！我这是练泰式武功的，我这心里拧巴，拧拧就舒服了。如今想要见你一面，实属不易啊！我是找了个借口给你送礼物才前来的。这盒子里的东西是太皇太后送给你的，这个同心结一直是我随身之物，现在我把它赠予你。九王，谢谢你啊，可我现在动不了了。没事，你就拧着吧。九王，你送我同心结，这几个意思啊？鹏鹏送我的荷包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我希望这同心结，你也能长留身边。北漠之战，10有8九我也是要前去的。我的心与你同在，即使战死沙场，我也无憾了。九王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你放心，我的心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。我现在不方便送你了。再见啊，慢走。强公公到。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奴才这是给您送皇上的口谕来了。皇上命娘娘于今日午时大明宫书房见。他要见我，为什么要去书房那么神圣的地方？娘娘，皇上还有一个口谕，那就是不得问为什么。就爱跟我玩这种虚的，想见我就直说嘛。你们说他这个是不是叫爱装逼遭雷劈？娘娘，您一定要去啊！皇上说不定给您准备了浪漫大礼呢。大礼？嗯。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都送我礼啊？嗯？你不是说要送我大礼吗？礼物呢？这就是朕送给你的礼物啊！你确定？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张泡泡，你这做什么？难道你送我的礼物不是抱抱？朕的意思是，这些书是朕送你的礼物。朕知道，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惊喜，因为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不过今后，朕会亲自来教导你，将毕生心血都交给你，以便日后你好教导浩儿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常伴朕左右。啊，我能常伴左右？是的，不要感谢朕。
速速收礼谢恩吧。谢皇上。你脸上沾了墨汁，先擦擦脸吧。啊？是吗？人家自己看不到嘛。要不然，皇上您帮我擦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不擦也罢。朕先看看你的字。看您那不忍直视的神情，我的字真的有那么丑吗？你好意思说？你写的这是字吗？既然皇上觉得我写的不好看，那您就手把手的教人家嘛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你过来。你看，朕这3个字写得如何？张鹏炮，朕在问你话呢。您看您这手，细柔白净，粗健有力，准能写得一手好字儿。皇上，您就再手把手的教我一会儿吗？我准能得到你的真传。你先松开朕的手再说。您不知道，人家多羡慕您这双手。也许您不觉得，这双手有多好。以后就照着朕的这3个字写，先练300遍。多少遍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以后皇上要手把手的教人家写。你自己写的。你要谨记，与朕保持距离，好好练字。一旦偷懒，朕便会治你的罪。这，也就是说，我以后要一个人在这孤灯下练字。这练字只是第一步，朕以后还有很多别的要教你。啊？还有别的？与南下对立已久，虽无大规模对抗，边疆却时常发生小的冲突，所以朕有意要北征。不知众爱卿有何看法？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不当讲的话，就不要讲了。皇上，臣冒死也要谏言。那你说吧。朝中上下都在议论说您不想维持和平状态，又想出兵北漠，是因为个人喜好征战，如此是大大的消耗国力呀，皇上。皇上，民间也都在议论，说您欲要北征，是借着出征的名义，用民脂民膏来游山玩水。皇上，朝廷与民间的回应不可不重视啊！请皇上三思啊！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浩儿，来啊 ！I'm sorry，very very sorry。啊，不哭啊，浩儿，妈妈回去给你喂奶奶好不好？哎呦，不哭。成何体统！哦 ，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啊，乖。啊，不哭。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very sorry。好了。来，对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乖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是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哎呀，浩儿，可这脾气是真。说实话，你看，我也这。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朕全都听懂了。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。朕心意已决，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出去。真严呐！乖。皇上，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的儿子，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啊！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。我不能让浩儿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儿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哎呀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OO叉叉，齐生这是在暗示我。欧巴，张庞庞，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
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否议4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4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，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必连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O O是这个意思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暗数我呢。张鹏鹏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胜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导。怎么就那么难呀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马上啊！81、82、83、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的？
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！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哼，那就请君一试吧。九哥，难道你一直不婚娶，是对我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看到齐胜和鹏鹏的那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九哥，没事儿，为了你，我做这么点小牺牲是不要紧的，只是你不要伤心。吴女贞姐姐人在深宫之中，恐怕也是身不由己的。
但愿他是真的身不由己吧。九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朕渴了，给朕倒杯茶。啊。皇上，茶倒好了，但是臣妾觉得这书甚是好看，你自己过来拿吧。罢了，朕不喝了。你过来，朕有话要和你说。我还是不过去吧，我要和皇上保持距离。那好，你就坐在那里听吧。那我还是过去吧。好了，说吧。张鹏鹏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我这些天思前想后，前段时间我对您太冷漠了，您不爱搭理我。这几天呢，我又对您太热情，惹您烦，所以我猜您应该喜欢这种忽冷忽热、若即若离的感觉。朕若是喜欢一个人，是喜欢他本来的样子，不需要他做任何改变。不过虽然你的方式有些古怪，但你的心意，朕还是能明白的。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。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不明白。您既要让我常伴您左右，又要让我跟您保持距离，您到底让我怎么做？鹏鹏，这些日子，朕那么严苛的训练你，你一定不明白是为什么吧？朕马上就要亲征北漠了。难怪这些天奏折上总是大谈北漠。此次朕亲征北漠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，浩儿便理所当然地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若是不懂朝政，被奸邪之人夺了权，恐怕你母子二人都不会好过。原来你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我跟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杖上的金刺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这宿命凭借什么壮阔？四玲珑缠绕着四枷锁，金装玉裹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。齐少，我们是时候该做个了断。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
的枷锁，心中雨过。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残破，终究是寂寞，忘却了前因后果。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年月里蹉跎，轮回中错过，被遗忘的人是我。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，望着却无法触摸，还是可念不可说。娘娘，你醒啦？你今天气色可真好。是啊，我才发现